好，嗰堂今堂咧係大考精讀班嘅第一堂啦嚇，咁啊上第一堂之先咧，同一啲咧未上過堂嘅同學咧講一講啦。咁啊，你見到個熒幕咧，除咗有份筆記之外咧，咁啊想同你講咧，就係咧相關嘅熒光筆咧，係會方便咧陣間咧我上堂咧將一啲咧論點啊、論據同埋資料咧去 match 翻埋一齊嘅。咁上堂嘅熒光筆咧就唔係話左至右、上至下咁咧亂咁 highlight 就算嘅。咁啊上過堂嘅同學咧應該清楚啊，或者睇過我 free lesson 嘅堂應該清楚咧，我嘅熒光筆係會有效咁同你配對到咧一啲咧資料、數據同埋咧論點嘅關係㗎。咁同時間咧，你望到嘅呢一份筆記咧，其實人人都可以攞到㗎。嗰堂你望下個頁尾啦，頁尾有3個途徑，就係 YouTube 啦、iLibro Study 呢個 IG 啦，再加埋呢個 Telegram 97133612啦。你可以透過呢3個途徑咁完成咧指定而簡單嘅一啲咧程序。咁如果你登記好咗的話咧，我就會盡快俾咧相關嘅筆記俾你㗎啦。咁啊筆記咧內容都非常之豐富。咁當然咧好多同學咧會心諗啦，咁啊其實咧相關嘅技巧咧一睇再睇，睇而又睇，日以繼夜夜計咁去睇段片嘅話咧，咁其實咧都會掌握到唔少㗎。但係因為裡面咧有部分嘅頁數咧係我會留翻俾你睇啦，例如一啲咧刷題嘅角度框架又有啲一啲提問字啊或者提示字嘅理解咧嗰啲圖表咧，我都會留翻俾你咧當一啲咧精讀嘅內容去睇嘅。咁同時間咧，裡面咧有部分嘅題目咧，因為都非常之多㗎，唔同類型嘅一啲難嘅題目咧，都整咗喺度嘅。咁全部都係我親自整㗎啦嚇。OK， 咁啊整完之後咧，咁啊有啲咧我會留翻喺下一堂或者再下一堂咧同你拆解㗎。咁啊目的係乜嘢咧？就係希望咧留翻一啲空間咧，俾啲同學咧可能睇我拆解教咗你1-2次之後咧，我會留翻第3、第4同埋第5次咧，俾你自己去小試牛刀，試下究竟自己掌握到幾多㗎。咁啊喺上指定嘅堂數之前，你如果完成到嗰啲題目的話咧，之後再上翻嗰堂聽我拆解，咁啊可以對照得到咧，究竟咧你嘅拆法咧同我嘅拆法咧有幾大出入咯。咁啊進步咧就係咁樣換翻嚟㗎啦。嗱好啦，嗰一堂咁啊，其餘多餘嘅嘢咧，我都已經係咧影片嘅下方啦、左方啦、上方啦、前後左右啦嘅唔同位置咧，用文字咧同你講解咗啦。咁啊，因為咧時間都好緊迫啊，咁我都唔刻意地拖長段片啦嚇。OK， 咁啊直接咧同你講就係咧呢一份筆記咧點樣可以同你講咧6堂上完之後咧，你係可以咧唔使補習咧，就係因為咧我會話俾你聽，其實考評局咧出親唔同嘅議題咧係好多種議題，亦都好多唔同跨單元嘅議題咧係可以咧組合埋一齊，但係咧佢出親相關嘅題型咧或者用到嘅資料性質咧，其實咧咁多年嚟都係咧大同小異㗎。咁換言之咧，嗰一堂只要你咧唔同嘅題型，再配合埋唔同性質嘅資料咧，去拆解去做咧，做得多咁啊，自古以來咧嘅一句老生常談咧都會話啦，熟能生巧啦。咁啊，同時間就係話俾你聽，你熟能生巧之餘咧，我就係想你培養到一個咧自然嘅反應。就算考評局咧下年或者再下年啦，考完贏一嚿 DSE 嘅你咧，你遇上一啲咧咩 QK 或者未見過嘅一啲題型咧，都唔需要驚㗎，你都可以一樣庖丁解牛㗎。因為點解？因為好多同學咧會覺得咧自己咧去背熟一啲框架或者背熟一啲口訣咧就可以咧不變應萬變啦。OK， 用啲不變嘅口訣去應付萬變嘅題目。嗱，嗰堂如果咧我講慢少少或者你自己重新去理解一次咧，都會發現咧其實有啲咧謬誤，有啲問題㗎。因為考評局咧出題嘅組合啦同埋方向咧非常之多元化同埋嶄新㗎。咁如果你不停地淨係用一啲咧可能喺過往第一屆、第二屆啊 past paper 可能用得着少少嘅一啲口訣啦，或者一個所謂嘅神技咧去應付咧，係足夠你攞 level 3或者 level 4嘅啫。OK， 咁所以嗰堂記住你要做多啲題目，做唔同性質嘅題目、唔同類型、唔同提問字嘅題型。咁你咧培養到一種咧自然嘅反應，就算考評局咧出腳出拳定係用口咬你隻耳仔，你都有足夠嘅能力去應付同埋咧去對抗。但係如果你淨係用一啲咧可能係個別題目或者個別年份 past paper 用得着嘅乜乜神技、乜乜大法去刷題嘅話咧，你只會咧攞到嗰條題目嘅1半分數或以下嘅啫，得唔得？嗱好啦，嗰堂咁啊頭先同你講咧，唔會講太多無謂嘢啦嚇，因為咧做就最實際，唔做唔知自己做唔到啊嚇。咁啊，我哋逐樣題型去拆解啦。嗱嗰堂咁你喺呢一個熒幕咧望到啦，有筆記台咧可以打開第2版㗎。OK， 咁你望到啦，左上方已經想同你講啦，我會同你做咧資料比較題。咁你可能急不及待啦，就想即刻去做啦。但係咧有啲咧簡單嘅須知，又同你講一講㗎，就係記住資料比較題咧係一大方向，但係咧考評局可以動用到嘅資料咧都非常之多元化㗎。OK， 咁我哋係咁要 highlight 先啦。嗱嗰一堂咁所謂嘅資料比較題，資料比較
咁我哋 highlight 咗個資料先啦。咁個資料咧有幾咁多元化咧？第一，我哋要清楚嘅就係咧，考評局咧係2014年嘅 PayPoint 嘅第一題咧都出過圖片㗎，就係有兩班人咧喺同一日咧就遊行示威啦。咁一班人咧就係撐政府，另外一班人咧就係反政府嘅。咁所以咧一啲真實嘅圖片咧，考評局咧都會用嘅，亦都係用過嘅。咁同時間咧一啲漫畫啦。OK， 漫畫會唔會出2幅咧？絕少機會，咁唔係冇可能嘅。但係咧，漫畫一幅裏面都可以分左右或者上下噶嘛，係咪 ？OK， 例如咧左邊嗰幅漫畫咧，一幅漫畫嘅左邊咧可以同你講係97年之前嘅香港，而同一幅漫畫裏面嘅右手邊咧就係同你講2007年或者2017年嘅香港。咁所以咧嗰堂漫畫亦都係咧考評局咧經常會用得着嚟出資料嘅一啲咧一啲內容啊，一啲 source 嚇。OK， 咁同時間咧表格都唔少得啦，咁當然表格裡面係咪一定係數字咧？就唔一定嘅。OK， 你用 Excel 都唔係淨係打數字啦，可以打中文字噶嘛。咁所以咧表格係一個框架嚟嘅啫，係俾一個機會或者一種方式咧，俾考評局咧去出一啲咧繁複嘅資料咧，將佢咧組裝，將佢咧分類，俾考生容易睇嘅啫。咁無論係唔同性質嘅資料咧，都有可能會出㗎。咁熒光筆咧，而家由淺入深，我哋一齊用下先，特別係第一次上我堂嘅同學啦。之所以叫比較。OK， 即係一定有唔同㗎啦。咁換言之，一隻手上係拍唔響嘅，有得比較就一定係有2樣或以上嘅嘢俾你進行咧對照㗎嘛。咁所以呢度咧全部都會見到啊，就係咧通常考評局出題咧係會提供2項或以上嘅叫你比較學不同。OK， 下面全部都係一樣㗎，全部都係一樣㗎。OK， 唔得，呢個為之比較。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樣理解㗎。OK， 前面係出題嘅一個咧，羅列喺份卷上面嘅一啲咧 source 啊。但係右手邊呢一個咧就屬於你當英文嘅文法去理解啦，一個 verb。OK， 係要求你咧去進行一個清晰嘅一個分類。OK， 去找不同啊嚇。OK， 前面呢一度黃色螢筆嘅係你睇嘅。後邊咧藍色螢筆呢一個咧係你寫嘅方式咧係都重要㗎。OK， 陣間稍後咧就會知㗎啦，就係知道點解咧我會用呢一種題型咧去同你打頭陣去講，因為咧係好多考生咧以為自己識。OK， 點知就係唔識，或者有啲考生會以為自己做得好，點知又係做唔到嘅一種題型嚟嘅喎。OK， 咁我睇埋啦，仲有啲咩資料咧？除咗圖片真實嘅一啲 flash 圖片啦、相片啦，或者假嘅諷刺性嘅漫畫啦，或者咧一個框架表格啦。咁同時間咧，當然表格裏面係可以載數據啦，而漫畫圖片裏面亦都可以隱藏某啲數據嘅，例如年份啦。OK， 年份 OK 唔得。嗰堂咁仲可以係數據，叫你比較年與年之間嘅數字上嘅一啲變化。OK， 第二個方向咧，可能同學咧一聽都會較為咧熟悉嘅，就係咧即係好似看似一啲咧數據嘅趨勢題啊嚇。OK， 我稍後嘅時間亦都會同你做㗎，得唔得？嗰堂咁你望下第三項原來仲可以係一啲人物對話。咁你平時見開嗰啲人物咧，都不外乎咧香城中學啊嗰啲啦嚇，一心啊、英秀啊、允恆啊、再修啊、大吉利是啦嚇。OK， 再修啊。通常嗰班友咧喺度講嘢啦，可能侵埋個 quiz one 玩嘅添。OK， 2項或以上嘅人物對話。OK， 叫你比較咧唔同人物對人物背後或者佢説話背後嘅一啲咧價值觀。OK， 對同一件事有唔同嘅態度。OK， 叫你好清晰咁交代，其實啲人就住啲乜嘢方向係有所不同。OK。好啦，嗰堂講翻呢一 part 先，就係藍色螢筆，你可以對照翻嘅。咁其實咧資料咧，你望嚟望去都係嗰啲啦，新聞篇章啊、漫畫啊、圖片。但係呢一個咧，個表達嘅方法咧，就能夠咧喺4至6分嘅題目裏面啊，咁少嘅空間同埋咁短嘅時間裏面咧，係可以突出自己話俾 marker 聽，你係一個高水平考生。點解咧？因為咧後邊咧陣間稍後嘅部分都會同你咧 show 一啲咧錯誤嘅示範。嗰堂你係可以當照鏡咁照嘅，就係當係呢一刻嘅你，或者尋日嘅你，或者上個禮拜嘅你，好多堂咧都係會做錯㗎。OK， 點解會做錯？就係佢哋唔係抄錯資料，係佢哋唔識得點樣去寫比較。比較咪寫同埋唔同咯，寫下 A 有乜 B 有乜，咁寫完出嚟咪睇到 A、B 有咩唔同咯，係咪？嗰堂就唔係咁簡單嘅。點解會用藍色嗰筆喺度打星咧？就係呢一版嘅重心啊嚇！嗰堂藍色對藍色，我哋一齊望下呢一版打星嘅地方對照住啲乜嘢咯。OK， 嗰堂就係其實咧答出呢啲咧資料嘅比較題，無論係數據比較啦，定係文字性資料嘅比較啦。嗰堂你要留意嘅就係題目咧係要求你寫得出一個咧好好嘅一個比較點，或者我叫做比較項，或者叫做咧對立面都得嘅。OK， 當然呢啲字咧，你平時少聽，但係咧你一聽都大概估到係乜嘢㗎。咁講得簡單啲啦，我最中意咧就係複雜簡單化㗎。但係好多老師咧就調翻轉㗎，因為你要懶型喺你面前扮勁啊嘛，咁就簡單複雜化，將一啲好低能嘅嘢咧都可能講半個鐘。
OK， 將一個好簡單嘅結構都會可能講成堂，甚至講半年，又或者將一啲咧好簡單嘅 concept 咧，用一啲咧非常之深奧外國嘅大學都未必會用嘅一啲理論咧套落去，可能喺你面前懶型嘅。但係其實咧，我就將呢個所謂嘅比較點拉長嚟講 ，OK， 就係你要講得出究竟你想比較緊啲乜嘢 ，OK， 咁啊我哋為之比較點。OK， 咁可能有啲同學都會覺得啦嚇，無論係比較點定係你左手邊阿 Sir 你左手邊所講嘅比較的是什麼東西，都唔係好似明得晒㗎。嗱，啲同學咁啊，再簡單複雜簡單化，再簡單化喎。OK， 就係我哋咧由淺入深去做一啲咧相關嘅題型，你就會知咧所謂嘅比較點咧係點樣揾出嚟同埋點樣去寫出嚟嘅喎。好，同學咁啊，請你打開第3版啦。OK， 咁有筆記嘅同學咧都可能預習過，撿兩撿都會望到第3版咧，你可能會心諗啊，喂呢個阿 Sir 所拍嘅片係咪應該值得睇㗎？咁黐線嘅 OK， 黐線做乜嘢啊？嗱，第一條題目會唔會咁簡單啊？OK， 會唔會咁簡單？嗱，唔會啦。OK， 但係嗰堂聽住啦，就係我想話俾你聽，如果你一開始做咧啲極高難度嘅題目咧，嗱，你的確係可以咧做完試完之後，嗱，唔識做唔緊要啊，即刻背咗嗰條題目嘅一啲範文咯，係咪 ？OK， 或者即刻聽嗰位老師去拆解一啲咧看似好難嘅題目。OK， 咁你就會知道答案噶啦。嗱，嗰堂，但係你咁樣咧就會浪費咗一條題目咧 train 自己嘅機會喎。咁同時間，你一開始未學閒就學飛，為乜嘢咧？盞跌死係咪 ？OK， 咁我咁多年嚟咧教親呢啲咧考試技巧班，無論係6堂至8堂啦 ，OK， 定係4堂也好咧，我永遠都一開始打頭陣咧都會用呢一類型嘅方式咧去同你拆解嘅。咁啊咁多年嚟嘅經驗咧話俾我聽，無論係最終攞到5星定5星星嘅同學咧，都會話呢一種方式係非常之好噶。咁睇下你會唔會有相同嘅感覺咯？嗱，咁啊可能有啲同學我會覺得啦，出嘅題目嘅結構會唔會咁簡單啊？二來咧就係會唔會考評好問埋啲咁低人嘅嘢啊？都唔關6大單元事嘅，你唔好同我講呢啲關個人成長、人際關係事嘅話 ，OK？ 咁啊嗰堂嗱，的確裡面嘅議題內容咧，我完全係重簡嘅 ，OK？ 務求咧就係咧想你帶到去第7大單元 ，OK？ 就係咧做翻你日常生活嘅知識，用日常生活嘅知識咧學咗一啲艱深嘅題型先 ，OK？ 如果題型又難，議題又難，你基本上係冇空間、冇一個切入點去學㗎。咁啊，既然我而家同你講一個咧，你可能陌生少少嘅題型，即係你覺得難啦，咁我就用翻啲簡單而低難同埋日常生活你見得多嘅一啲知識同你去拆解喎，得唔得？咁好啦，咁啊除咗咁之外咧，我亦都會同你解釋㗎。嗱，嗰堂雖然咧你見到古天樂同埋吳彥祖，話下面有埋吳彥祖、古天樂嘅一啲咧資料 ，OK， 但係就係想話俾你聽咧，其實呢一個內容係的確咧同6大單元有偏差，但係出題結構咧，其實你做過學校嘅卷咧應該清楚㗎啦，就係其實同考評局咧係絕大部分相似嘅，就係往往咧係完全係一啲咧漫畫圖片，但係下面有啲咧新聞文字性嘅資料 ，OK， 俾你相互對照嘅 ，OK。考評局會唔會質資料都係用相片，或者會唔會質資料都係用文字咧？就唔會嘅，資料一定會多元化啊，務求咧引導考生完成條題目啊嘛，係咪？嗱，如果有呢份筆記也好，冇呢份筆記也好嘅同學咧，絕對係可以 stop 咗呢段 video 咧，去睇一睇究竟咧下面呢條6分題，叫你比較資料1同埋2兩個人嘅特徵，呢一條題目你會點樣去做咯？好啦，啲同學可能睇過啦。嗱，嗰堂咁啊，我試下俾我模仿下你啦。OK， 咁我哋唔需要動手嘅。OK， 我動口你動耳就可以聽得到。究竟咧呢一個係咪你啦？咁啊，試下我扮下你，睇下你會點做咯。嗱，咁好多同學咧會見到啦。其實雖然呢個係黑白相，我驚呢份筆記黑白唔係彩色噶嘛。OK， 咁但係咧你日常生活嘅知識咧應該清楚啊。就係呢個古天樂咧皮膚咧較為黝黑嘅 ，OK， 較為即係黑蚊蚊古銅色嘅 ，OK， 咁啱佢姓古啦嚇 ，OK 都幾襯嘅。咁啊有啲女同學可能咧會 FF 啦，就話佢啲膚色好似朱古力咁啊，即係想舔一下 ，OK， 即係想奶一下嚇 ，OK。咁啊有啲同學咧可能會覺得吳彥祖咧白雪雪啊，自然滑捋捋 ，OK。咁啊雖然未摸過，但係應該估到係應該滑捋捋 ，OK。佢白色嘅肌膚真係好吸引嘅，即係其實你應該清楚，其實你膚色上咧 ，OK 都幾明顯㗎。就算呢張係黑白相，但係其實你都大概會見到㗎，得唔得？咁另外咧就係你會知道咧，就係下面有吳彥祖嘅一啲資料啦，下面有古天樂嘅資料。咁我堂咧就會咁樣做啦 ，OK， 就分別地陳述咧吳彥祖有啲乜嘢，而古天樂係冇啲乜嘢。OK， 或者調翻轉，你會分別咁陳述喺你嘅答題篇章裏面咧，分別咁陳述古天樂有啲乜嘢。調翻轉咧，同一段裏面咧就可能講吳彥祖冇啲乜嘢。OK。冇啲乜嘢 ，OK， 咁的確有啲同學就可能就咁聽阿 Sir 咁樣講咧，會覺得咧冇乜問題啊，條題目就叫你比較，咁我分別地陳述吳彥祖有乜，古天樂冇乜，咁咪得咯
OK 冇問題㗎。劉一堂嗱，阿 Sir 又冇話你錯嘅，但係你唔使旨意攞滿分，亦都唔使旨意做到最上品嘅考生。OK 嗱，點解咁講呢？嗱，我哋咧唔好理呢兩個人，呢兩個人太完美啦，即係站在阿 Sir 嘅角度，我都覺得佢完美嘅。咁我哋講翻啲冇咁完美嗰啲人先啦。OK，咁我叫你比較阿成龍同埋阿曾志偉。OK， 咁你見到呢兩個都有啲先天嘅缺陷啦嚇。OK，咁可能有啲同學都會比較得出啦，好容易比較得到啦嚇。OK， 就係你可能會話阿成龍鼻大 ，OK 係咯，成龍個鼻好大啦 ，OK， 成龍個鼻好大。咁轉個頭咧，同一段裏面咧就講曾志偉好矮 ，OK 嗱，兩個係咪事實啊？兩個都係事實啦，我哋大家都係華人，你有睇電影金像獎應該清楚啦。曾志偉一套冚你26套，即刻出晒名啦，係咪 ？OK 出名串啊嘛。咁講翻先啦，你話成龍大髀，你轉個頭話曾志偉矮，嗱兩個都係事實，兩個都係事實，但問題可唔可以進行一個咧直接嘅比較啊？唔得咯，點解啊？鼻大嘅人係咪一定矮㗎？OK， 鼻大嘅人係咪一定高㗎？OK， 鼻細嘅人係咪一定高㗎？唔相關㗎。OK， 當然事實上有啲人咧又係又矮又個鼻大㗎啦，就係嗰啲王祖藍嗰啲咧。OK， 咁我抽完水啦，講翻先，就係你將成龍嘅鼻 OK 同曾志偉嘅身高比埋一齊，係啊，你分別地陳述咗兩個人一啲咧分別出現咗嘅缺點，但係其實喺同一段裏面咧，我哋會叫做咧對照係唔成立㗎。咁所以嗰堂千祈唔好犯一啲一般考生嘅錯誤，就係幾乎咧將啲原文原資料輯錄啊嚇。你望到古天樂就話黑，轉個頭你就講古天樂就係46歲。OK， 第二段咧就講阿吳彥祖咧靚仔，跟住又講阿吳彥祖咧原來182 cm。唔好誤會啊！呢個漏咗個身高啊 ，OK， 我唔係話佢腰圍啊或者邊度直徑啊嗰啲啊 ，OK， 唔好誤會。呢度有講身高嘅，呢度打漏咗嘅 ，OK， 即係你唔好將一啲唔關事嘅嘢湊埋一段去進行一個陳述啊。咁樣的話咧，會令到個結構非常之亂啦，而且冇一個清晰嘅比較點咧，其實 marker 剔唔到你㗎。咁頭先一直都係用口講，咁份筆記其實會唔會用咧？梗係會用啦。你見唔見到下面有啲咧空白咗嘅位置啊？OK， 咁呢度咧我哋都嗱聲完成佢啦。OK， 以免咧夜長夢多，又或者咧有啲堂咧可能咧會覺得要做翻啲確鑿嘅題目先得嘅。嗱，嗰堂咁啊，俾啲耐性啦，你望下後面第4版，其實你已經知道噶啦。後面第4版已經會同你做翻一啲咧係的確喺考評局眼中係可以出題嘅一啲咧結構組合。OK， 我哋會做嘅。不過我哋首先咧完成咗呢個咧簡單嘅 practice 同埋認識先。OK， 好，嗰堂咁啊，人名古天樂吳彥祖咧喺呢條題目咧資料1、2裏面咧出現過一啲可比較嘅對象。咁所以咧呢兩個咧我已經幫你安排好咗噶啦。OK， 唔會俾阿王祖藍啊，唔會俾阿邊個噶嘛，得唔得 ？OK， 咁頭先同你講嘅關鍵所謂嘅一個咧比較項或者所謂嘅對立面係點樣寫嘅咧？嗱，好啦，嗰堂就係、是、其實一個 marker 咧，OK 係唔會剔你古天樂嘅一啲咧真正嘅特徵，同埋吳彥祖真正嘅特徵，因為呢啲嘢我哋陣間咧會陳述嘅嘢，全部100% 都係引用翻嚟嘅。唔係喎，阿 Sir， 我識古天樂嘅喎，古天樂同我一齊住嘅喎，古天樂啲嗰啲慈善學校我有份起，我有讀過。呢條題目係唔俾你咧加入個人嘅一啲意見、展述、解釋或者論據嘅。陣間稍後嘅部分會同你講乜嘢題目可以，乜嘢題目唔可以。但係而家話俾你聽，呢條題目係唔可以嘅。even 你識古天樂或者你同吳彥祖一齊住，都唔可以寫一啲額外嘅知識 ，OK？ 咁所以咧呢度所寫嘅一啲咧真正嘅特徵，而係個個考生都會望到，就係喺上面要抄出嚟㗎。換言之，呢啲絕對唔會係一個 marker 比分嘅焦點 ，OK？ 如果一個考生分別講咗古天樂有乜而吳彥祖冇乜 ，OK？ 係絕對唔會攞到高分嘅 ，OK？ 咁唯一咧係可以攞到高分嘅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可比較嘅一啲咧地方 ，OK？ 例如我哋睇完張相啦，古天樂咧係黑蚊蚊嘅，吳彥祖咧係白色嘅，OK 啲皮膚，咁我哋就可以講啦。其實我哋就係每一段咧開頭 ，OK 每一段嘅第一句咧就講從膚色而言。嗱，我冇問你邊個好啊 OK 嗱 ，personally 我就覺得吳彥祖吸引啲嘅，但係某程度上有時睇古天樂嘅戲，又覺得佢好吸引嘅 OK 咁例如佢拍嗰啲保持通話啲傻傻更更又得啊，拍一啲黑社會嗰啲又 OK 喎，做臥底又 OK 喎，係咪 OK 咩使徒行者嗰啲都 OK 啦，但係而家就想話俾你聽，我而家唔係問緊你邊個較好，而家係叫你找不同。咁所以咧，我哋揾得出一個咧，佢哋咧有高低明顯咧反差，有高低明顯落差嘅地方咧，進行比較就可以啦。從膚色而言 ，OK， 我哋就睇得出咧，古天樂咧係黝黑嘅 ，OK， 黝黑。咁要重簡啦，OK。
記住呢度啊，引用嘅咋，OK 描述嘅咋，得唔得？咁而吳彥祖咧係相對地咧係較為白色嘅肌膚嘅，白色得唔得？白色咁好啦，亦都係打晒好啦，重揀喎，得唔得？嗱 marker tick 咧，其實就係 tick 呢一個位 ，OK 睇你啊，你可唔可以喺一啲咧冇明顯跡象嘅一啲咧資料裏面咧尋找一個咧不同而又相同嘅一個咧比較項？乜嘢意思咧？嗱，好似好複雜啊！嗰一堂望咗我兩手指喎，就係佢哋係咪有不同啊？係有不同，佢先會問到你比較題啊嘛，係咪 ？OK 呢個合乎邏輯啦。OK， 但係佢哋不同嘅地方裏面咧有相同可比較嘅地方。OK， 因為大家都係人啊嘛，大家都有五官啊嘛。OK， 你可以寫個下一個啊，從五官標誌程度而言都可以啊，因為佢哋有啊嘛。除非阿古天樂右手邊嗰隻係隻狗、係隻貓、係隻老鼠 ，OK， 咁就難揾到比較項嘅咯。OK， 因為點啊，生理特徵唔同、樣貌唔同，好難比啊。OK， 但係呢兩個係好多唔同嘅地方，但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啲相同嘅地方係可以俾你進行比較嘅，得唔得？啊，嗰堂呢聽落係複雜嘅，咁啊配合埋你做得多的話咧，就自然熟能生巧啦。咁第一次咧，咁啊我完成俾你嘅，OK， 咁睇下你第二次可唔可以自己嚟嘅喎 ，OK， 咁啊 marker tick 係 tick 呢個 topic sentence 每一段嘅開頭，呢啲全部都係引用嘅啫。marker 其實係絕大程度上係會 skip 咗佢嘅。OK， 講第二個之前咧，你唔好話上煩啦。OK， 因為一啲嘢啦，我唔想你死記死背，因為好多邏輯嘅嘢咧就唔係考評好作出嚟㗎，係其實考評好有解釋過㗎。解釋得合理的話咧，你知道係合理咧，你就會記一世，就唔係死背死記咯。OK， 你真係明嘅話係會記得一世㗎嚇，得唔得？點解 marker 咧好大程度上係會 skip 咗你所引用嘅資料咧？因為其實 marker 清楚就係我哋寫咧係的確寫咗呢句先引用呢啲資料。係咪？OK， 但係其實 marker 亦都知道咧，就係一個考生係能夠睇得出呢兩樣嘢之後，先會寫得出呢個 topic sentence。換言之，一個考生係有能力寫得出呢個 topic sentence， 冇理由右手邊嘅嘢係引用錯㗎。咁所以一個講求效率嘅 marker 咧，係絕對有可能，好大程度上，好大機會咧係會 skip 咗呢一 part，得唔得 ？OK， 嗱好啦，咁啊第二次機會睇下你係可唔可以咧把握得到咯。咁我哋仲可以從啲乜嘢方面去進行一個比較啊？係咯，除咗皮膚啊，我哋資料 A 有引用嘅喎，資料1 OK 有引用啦，提一提自己。咁資料2咧，資料2我哋都要引用喎。咁睇下資料2係乜嘢啦？咁吳彥祖原來1974年咧出生喺美國啊 ，OK 拍得耐啊，哇 OK 咁啊182 cm。嗱，唔好誤會啊嚇，唔係腰圍，唔係邊度嘅直徑 ，OK， 係高度 ，OK 182，好高啊嚇，得唔得？啊，美國建築學系畢業，咁啊94年咧成立咗，即係喺嗰間大學裏面成立咗第一個啦，中國嘅武術學會，仲要成為第一任教練啊！哇，真係名留青史啊！識英文啦、廣東話啦、國語啦、上海話都識喎 ，OK， 西班牙話啦，哇，正啊，真係不得了 ，OK， 能説能讀喎，仲要係 OK， 即係唔係淨係 say hello 啊、goodbye、I love you 嗰啲低能仔會講嗰啲，有啲人同我講佢識日文，跟住我問佢，你識日文啲乜嘢啊？簡單啲 ，OK， 冇啦，咁你會死啦，咁嗰啲唔叫識啊，嗰啲叫扮嘢嘅咋，咁吳彥祖真係堅識好多嘢嘅，咁但係古天樂咯，古天樂相對地簡單啲啦嚇 ，OK， 1970年出世，而家46歲 ，OK， 咁啊中五畢業 ，OK， 識粵語、英語，嗱呢個我加嘅，尤其精通國語，同學你應該清楚啦，香港咧即係首屈一指三大講普通話正嘅人咧，就係邊幾個啊？講其中兩個啦 ，OK， 第一個曹雲超啦，第二個就古天樂噶啦。你記得咧，當年咧古天樂咧嗰個咩輪胎輪遮輪嗰個輪胎廣告咧，真係震撼全世界嘅 ，OK， 震撼埋一啲華僑嘅社會啊！住喺美國度嘅華人睇完個廣告咧，即係都唔係好想認華人嘅 ，OK， 原來咧廣東話好似講到越南話咁嘅粗口咁嘅 ，OK， 佢當年講啊輪胎輪遮輪，直到最近年啊 ，OK， 佢幫嗰啲咩百事可樂賣廣告咧 ，OK， 你聽完之後以為係百事啊，就唔係百事嘅 ，OK， 咁啊講多少少啦，咩曹仁超咩97金融風暴理論啊嗰啲都好值得聽嘅呢啲普通話，OK， 仲有澳門嗰個特首啊崔世安啦 ，OK， 係啊崔世安好勁嘅，澳門嘅特首就係佢係第一個人。係可以咧面對面相隔1米嘅情況下，同住胡錦濤一次過講咁多粗口啊！即係歷史上得佢一個可以對住一個國家領導人，OK 講咁多粗口，而嗰個國家領導人最尾係冇攞去打靶嘅 ，OK 咁啊！如果嗰台你對自己普通話冇信心咧，你絕對可以咧上 YouTube 度抄下咧崔世安啦、曹雲超啦，同埋咧古天樂嘅普通話嘅片段，你就會即刻自信心爆棚嘅啦。OK 咁好啦，咁啊呢度精通國語啊，身高咧181 cm，你見唔見到啲位置咧分佈係唔係順次序㗎？上面講完出生地，
跟住後邊咧就講身高，而下面咧嘅身高我擺喺最後嘅。OK， 咁啊真實嘅考評局出題嘅情況都係咁樣嘅。咁啊其實咧上面有隻蛋，下面有隻蛋，但係咧啲蛋碎咧擺嘅位置係唔同嘅，但係仍然係嗰隻蛋。OK， 咁啊其實同樣道理嘅啫。考評局咧俾得你抄就唔會 exactly 係個位置都幫你安排好晒，或者借完之後俾你吞埋咁爽㗎。咁一定會有少少咧遮遮掩掩啊，或者啲次序撈亂咗，要你自己整合翻嘅。OK， 咁呢一個咧見到都唔難啦 ，cm 對 cm 係咪 OK？ 咁啊其實都係身高，不過位置陳述上係有唔同嘅啫。咁啊第二個頭先我阿 Sir 一輪嘴講咗咁多，其實做咗一個時間同埋機會俾你咧，睇下可唔可以寫得出第二個比較點嘅啫。咁我哋第二個咧就好啦，容易啦。咁講翻啊，就身高而言啦。OK， 上兩者都係外在美啊嚇。OK， 咁我提咗你啦。下面第三者可以講咩啊？你識得分類嘅話，都應該知係內在美啦。OK， 咁我哋講身高而言。OK， 古天樂咧其實唔係矮嘅，古天樂仲高，古天樂高過我啦，高少少啦。OK， 幾 cm 嘅啫。OK， 古天樂嗱，我唔敢話佢矮啊。OK， 費事啲 fans 睇完呢段片之後咧，inbox 係會用粗口鬧我。OK， 我話係相對較矮嘅啫，較邊個？較吳彥祖，因為吳彥祖182 cm 係真係較高嘅一個。都係嗰句 ，marker 有冇興趣知呢啲個考生抄得出嘅嘢啊？冇，但係好多考生淨係不停地落嚟呢啲嘢，而忽視咗寫呢個 topic sentence。你寫得出就值得 marker tick， 呢啲係 marker friendly 嘅嚇，得唔得？咁第三個，咁我都唔係話俾時間你啦。OK， 係上堂嘅時間非常之有限啦。OK， 咁啊呢一度我哋可以話從乜嘢方面進行一個有效嘅比較咧？咁啊頭先咧引導咗你啊，提你嘅啫。OK， 咁我哋可以從學歷上 ，OK， 從學歷而言進行一個咧比較對照噶。咁古天樂咧會見到啦。OK， 雖然佢非常之精通國語啊 ，OK， 識得火星文添，但係佢係中五畢業嘅。OK， 咁佢咧係屬於。嗱，我唔敢話中五咧係低學歷啊，社會上好多人咧有成就嗰啲咧都係中二、中三、中四、中五畢業嘅啫。OK， 咁我哋成日會同你講，佢相對面組的確係較低。OK， 同時間行有餘力寫埋呢個更加 perfect， 係較單一㗎。OK， 因為點解咧？你會淨係見到佢裡面啦，係識某幾種語言，同埋咧，OK 係中五畢業。但係咧，阿吳彥祖咧，除咗學歷高之外咧，仲要識好多種語言，仲要佢係文武雙全喎，竟然係武術學會嘅第一任嘅教練，仲要個學會去成立嘅。咁所以呢度咧，我哋會講啦，佢嘅學歷造詣係相對地較高，而且佢睇得出、做得出、講得出嘅嘢係較為多元化嘅，得唔得？咁我可以咧用紅筆咧剔埋第三個方向咯。OK。咁啊，淨係剔咧唔夠嘅。咁啊，頭先講過幾次啊，上學堂嘅螢光筆係咁樣用噶嘛？點樣用啊？就係攞嚟咧 match 翻 OK 相關嘅位置。呢個係 topic sentence 係論點，亦都係 marker 比分嘅焦點。OK， 所以要好好去佈置啊，亦都好好去部署啊。咁啊，粉紅色牛筆呢一度highlight嘅地方咧，咁啊個考生都望到啦。OK， 咁啊今堂都講咗129000次啦。咁啊粉紅對粉紅啦。OK， 呢班佢打星嘅地方咧，絕對係下者呢個位置。OK， 呢度要打一粒星，有興趣自己打啦。咁要打兩粒星嘅地方係邊啊？喺邊啊？咁啊，梗係下面呢度啦嚇。OK， 嗱講笑啫。咁啊，嗰堂咁頭先係一個好簡單嘅 practice。咁 practice 過後咧，我哋翻嚟現實啦。咁啊，亦都走入市場裡面喎。個市場咧就係要你實戰。咁呢度咧提你。咁啊比較題，我哋有好多類型嘅比較，之後同你做啲更加難嘅比較題㗎。OK， 例如其實咧價值取向題都有比較嘅成分喺裡面喎，就係一啲人物對話動機嘅比較題。咁之後會再教。OK， 係較為後部分先會講㗎。OK。咁呢度咧提你，我哋純文字 ，OK， 都係屬於由淺入深㗎，得唔得？咁啊，做完呢一類型嘅文字比較題之後咧，喺今堂落堂前咧，會同你咧點一啲數字㗎，OK。咁啊，今堂咧兩樣嘢都齊啦，文字又掂啲，數字嘅比較題又掂啲啊嚇。咁希望你每堂學到嘅嘢多元化少少啦。嗰堂咁啊，一條思維型題咧，絕對冇可能得一題6分嘅，因為咧我而家都集中 train 你某幾類型嘅技巧或者題型。咁所以咧，我會喺咧我出咗嘅一啲題目裏面咧，即係抽絲剝繭或者咧節錄部分嘅題目出嚟同你 train 㗎。咁呢度咧係節錄自我原本一大條題目裏面嘅 A， 咁相關係 B 或者 C 嘅題目啦，我 skip 咗，但係有機會咧，你上我堂咧，我同你做埋佢啦。嗱，嗰堂亦都係啦，俾一個機會自己 ，OK， 唔使俾機會我，因為我已經係識㗎啦 ，OK， 我而家係教緊你點樣有啲快同埋高分嘅方法咧去做得好，做得到。咁呢一度咧，你未見過未做過，唔好嘥咗個機會去 stop 咗呢段 video 睇一睇，究竟呢一段文字，呢兩段文字，我哋點樣可以完成到下面呢條6分題喎？好啦，嗰堂如果你睇過的話咧，咁啊，你都可以咧，不妨咧扮下上個禮拜或者上年嘅自己，或者扮下一般嘅考生。究竟一般嘅考生係會點樣去做，同埋最終執到幾多分呢？
又係用口講啊？唔係喎，今次俾埋你啦。今次唔係吳彥祖同埋古天樂啦。今次咧嗰堂望下一個錯誤嘅示範，睇清楚係錯誤嘅示範，千祈唔好咧，即係完全喺生吞活剝咁背咗佢啊嚇。even 係啱嘅示範都唔好生吞活剝，記住啊嚇。背框架、背範文、背口訣嘅每一屆都係寫得好慘嘅。咁啊提一提你啦嚇，OK 就話俾你聽，呢兩屆嘅 DSE 咧考評委係完全咧係唔俾啲死背書、背範文或者背框架、背口訣嘅考生咧係能夠攞到好成績㗎。OK， 記住背口訣、背框架、背範文。OK， 同你冇背嘅都係一樣，係好容易攞到 level 3嘅啫。OK， 但係你要更上一層樓的話咧，係一定要做多啲，見多啲唔同出題嘅組合，培養自己一個咧自然刷題嘅反應。咁考評好點樣出題？OK， 都唔會玩到你，因為咧呢一份筆記稍後部分咧，有啲咧我係刻意地好整到好 tricky 嘅一啲資料咧。OK。咁但係我都話俾你聽，你會識做嘅。咁啊稍後片度再講啦。而家就咁講，空口講白話同埋嘥時間嘅啫。咁一齊睇下啲考生點樣即係錯誤咁示範喎。嗱，嗰堂可以望翻先嘅，就係嗱資料中咧可以見到咧唔同嘅持份者咧對國民教育科表示支持同埋反對嘅態度。咁頭先 stop 咗呢段 video 做過嘅同學咧，可能會講啦，喂阿 Sir 有錯咩？冇錯喎，上面嗰個梁欣榮唔知係邊個啦 ？OK， 佢上面咧就唔中意國民教科，咁下面咧呢個咧唔識讀嘅姓氏啊，你唔識讀啫，而家話俾你聽，呢個叫郝鐵川 OK， 呢個郝鐵川咧係前文體部部長，呢篇資料出嗰陣時咧OK， 其實佢仲係一個咧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宣傳文體部部長嚟嘅，不過而家咧已經係朱文做緊嘅啦。OK， 郝鐵川咧而家做緊另外一個職位，陣間再話俾你聽啊嚇，得唔得？咁啊嗰堂咁你可能會話啦。哇，阿 Sir， 咁冇錯㗎，唔同持份者對國民教育科表示支持同埋反對，咁上面就係支持，下面就係反對啦，冇錯喎。嗱，記住，我冇話過呢個考生係呢句嘢錯 ，OK， 我冇話過，但係呢一句嘢佢唔識得表達，繼而 marker 唔會剔佢，唔會交叉佢。咁啊，白白浪費咗一個咧可以攞分嘅機會啊！其實少少嘅修飾咧，就可以將呢個變成有效得分嘅一個 point。陣間話俾你聽啊，後面嗰幾版之後啊嚇，得唔得？咁我哋睇埋下面啦。咁啊，一開始首先啦，其次啦，最後啦，啲堂就咁睇嗰個字頭就話，佢冇錯 OK。嗱，嗰堂呢啲咧全部都係一啲 argumentative essay， 其實都會講啊 first 啊 second 啊 last 啊 OK。咁啊呢啲其實好基本嘅啫。咁啊望埋啦，佢就話只要 A 啦，梁欣榮咧強調係唔滿意喺教育局發表嗰個國民教育科嘅諮詢文件。OK， 咁轉個頭咧就講啦，但係只要邊咧個郝鐵川咧就認為國民教科係必要嘅，咁佢指出咧英美德法全世界咩國家連埋北韓都好啦，咁推行國民教育咧係正常嘅，咁啊必修科咧係一個國際慣例嚟嘅喎，咁啊佢裡面陳述嘅嘢係咪事實啊？係啦，梁欣榮唔滿意啊嘛 ，OK 唔滿意啊嘛，下面咧郝鐵川咧國際慣例啊嘛，洗腦係必要噶嘛，係咪國際慣例洗腦係必要嘅，全部佢都係 reporting 去講緊一啲咧事實 ，OK， 但係佢有冇一個好清晰嘅比較點啊？冇啊，佢分述咋，只要 A 係乜就知道 B 轉個頭係乜。下面咧第二段咧都係一樣嘅，一個考生咧佢一開始唔識寫比較點咧，佢唔會後面改拍後面就咁自己寫翻嘅。呢個係咧咁多年我改卷以嚟嘅經驗啊。佢通常咧直落清袋係俾人哋清袋，佢唔係清人哋袋啊。OK， 佢第二段都係有冇一個好好嘅比較點啦，就分述 A。知道 A 梁欣榮講乜嘢，最後咧就但是知道 B 郝鐵川就講另外一樣嘢，冇噶啦，OK。你話你一開頭冇比較點，你論證部分有翻個論證比較項都好啊，佢都係冇喎。佢講完知道 B 就即刻句號噶 ，OK。每一段周而復始，嗱呢一版唔需要寫太多，寫太多咧就直情幫佢改埋一個正確版本噶啦。咁呢一版嘅原意就冇咗咯，正確版本後面有個同你 step by step 咁逐步推出嚟㗎，我就唔會叫你即刻背範文同埋睇答案嘅，得唔得 ？OK， 我同你一陣間一齊做到啱為止。呢度同我打3號，話俾自己聽，溫書嗰陣時提自己，佢漏咗啲好重要嘅嘢，佢不停地抄，係一啲考生都睇到嘅嘢。咁所以呢一種答法咧，係6分裏面咧1至2分嘅啫。真係咁絕？係啊，因為佢寫嘅嘢全部都係冇價值，而可以換嚟價值嘅嘢，佢都白白錯過咗。咁點樣將我而家圈低嘅呢一個部分可以進行修改呢？陣間話俾你聽。嗱，嗰堂咁我想你咧同我打翻開前面嘅第4版先。咁呢度咧有啲額外嘅知識咧要同你更正翻、澄清翻。嗱，唔係我出錯題，而係我有責話俾你聽有所 update 嘅嚇。就係呢一篇資料咧，佢裡面講緊嘅嘢，佢當時嘅身份咧真係咧因為宣傳文體部嘅部長郝鐵川。OK。但係而家咧就話俾你聽 ，OK 個郝鐵川佢嘅職位咧，佢 now 啊嚇 ，OK 佢而家係已經調任翻去祖國啦，佢而家係現任嘅上海文史咩話？
文史 OK 唔好讀錯啊嘛嚇 OK 佢而家係上海文史研究館嘅館長，啱晒啦。文史佢一定好熟噶 OK 呢啲官員都係淨係識文史嘅啫嚇 OK 咁佢而家係做緊文史嘅，咁佢咧呢度咧提一提自己啦，加翻個前字啦嚇 OK 佢係前文體部部長，但係當時佢真係做緊文體部部長。佢現任係邊個？而家現任2016至2017係朱文啊 OK 嗱喺度畫翻去啦嚇 OK 朱文有冇睇新聞啊？好多嗰啲康文署嗰啲乜乜活動乜乜展覽，佢都有份去揭幕啊剪彩嘅 OK 咁啊平時有做過啲乜咧？就係剪彩咯，同埋剪彩咯，同埋剪彩咯。OK 咁所以你話呢啲人係咪攞嚟文史啊？咁絕對係文史嘅人啦嚇，文史記住咯。好啦，咁啊呢一度咧提完你啦，咁我哋一齊後面做到啱為止咯。咁即刻同我跳去第6版啦。嗱，好，咁呢度咧善用資料 OK 咁啊原裝正版嘅資料 A 同埋 B 咧，我已經將佢羅列翻喺度。咁我費事啲同學咧喺度掀嚟掀去，咁啊揾唔到個焦點，仲係跟唔到我嘅上堂節奏添。咁所以我費事喺掀嚟掀去嘅情況咧，我好體貼咁將咧相關你要睇嘅資料 A 同埋 B 咧印咗喺度，而你要寫嘅一個咧比較點就喺度，中間留空咗嘅。嗰堂俾次機會自己進步。俾個空間自己行前一步，睇下你可唔可以咧寫到其實兩者講嘅文字、身份、背景、國籍 OK 修養都係唔同嘅，但係有冇唔同嘅地方裏面揾到啲相同可比較嘅方向呢？嗰堂可以 stop 咗呢段 video 睇一睇喎。咁啊，嗰堂如果你 stop 咗呢段 video 睇完的話咧，咁啊其實都唔難嘅，但係可能有啲堂咧係唔敢用自己啲筆畫落去，因為你仍然未有十足信心。咁唔緊要啊，第一次機會由我嚟啦嚇，得唔得？咁啊，其實咧，照 A 咧上面咧講嘅嘢咧，我都唔想嘥時間同你讀一次嘅。其實都係大部分香港人嘅聲音嚟嘅，除咗愛港動力啊、愛港之聲啊、咩李思煙啊、走私煙啊嗰啲會有例外之外，我哋正常大部分99.9% 香港人講嘅嘢、諗嘅嘢都係咁噶啦。咁啊，重新讀一次係冇意思嘅。不過呢一度同你講啦，梁一榮個重點就係佢話啦，政府以歌功頌德嘅方式咧教授國情而唔加批判，就唔係真正嘅國民教育科。OK 就唔係真正嘅國民教育。咁啊，同學，如果你照讀的話咧，你發現咧裏面係冇難嘅字嘅。但係你即係你認真啲喺度諗，你係咪發覺佢條脷打咗棘啊 ？OK， 其實好多人咧講嘢都係咁嘅。OK， 因為呢一個資料 A 咧真正咧係咧呢一個梁一榮咧當年咧出席個電台節目咧係 live 咁講嘅説話嚟㗎。咁有時啲人咧講嘢同寫唔同嘅，寫你有機會改，但係講你可能直播冇機會改。OK， 咁啊佢咁樣講喎，佢話。以歌功頌德嘅方式咧教授國情而唔加批判，就唔係真正嘅國民教育。咁有少少 double negatives 喎，咩意思咧？有個同學咧試過咧喺學校裏面咧俾你心目中嘅女神咧讚你靚仔啊！佢或者調翻轉啦，有冇女同學試過咧？你喺學校裏面咧俾你心目中嘅男神讚你靚女啊 ？OK， 如果對方係竟然同你講就話，其實你都唔係唔靚仔啊！OK， 咁如果你平時閱讀理解能力差嘅咧，你已經喊幾日㗎。OK， 點解？因為你誤會咗對方，你心諗吓唔係唔靚仔嚇，你話我唔靚仔啊？唔係啩 ？OK， 咁啊啲人可能好傷心啦。但係其實你認真啲聽多次諗多次 ，OK， 你就會知其實呢度兩個不字係有 double negative 嘅意思，其實係可以好似數學咁約揀佢嘅。係咪出呢條題目嗰個人特登玩嘢？係咪我特登玩嘢？唔係啊，佢真係咁樣講㗎。喂，你唔加批判就唔係真正嘅國民教育啦。咁如果你唔想你嘅思緒係打折啊，或者受蒙蔽嘅話咧，有折射嘅話咧，你就將兩個不字查咗。咁其實咧好簡單嘅啫，政府以歌功頌德嘅方式教授國情 ，OK。就唔係真正嘅國民教育科，或者再簡單啲就係、其實真正嘅國民教育科，係一定要加批判，係一定要加批判。你咁樣理解咧，個思緒會通順啲啊！你條渠啊唔會淤塞啊。OK， 我揀寫個腦係條渠啦嚇，唔好意思啊，侮辱咗你添。咁好啦，咁啊上面咧講完阿梁恩榮講嘅嘢啦，咁而家再俾多次機會自己。有啲同學可能頭先根本冇做過，或者等我講嘅，得唔緊要。OK， 第一次等我嚟。呢個資料 A， 我幫你蝦完啦。咁同學揾到其實資料 B 咧，資料 B 呢度咧係有啲嘢OK 係能夠同佢有一個反差㗎。例如上面梁一鳴話要，下面阿郝鐵川就話唔要。上面佢就話好，下面就話唔好。上面話靚，下面話唔靚。上面話高，下面話矮。上面話大，下面就話少。OK， 有冇同學見到啊？
exactly 要揾翻呢一句嘢喺度，冇可能嘅嗰台。你唔好以為而家升大學嘅一個考試係你樓下嗰啲幼稚園啊 playgroup 玩嗰啲遊戲啊，上面係星星，下面一定係星星啊，上面係3個人，下面一定3個人啊，上面係麗莎，下面一定麗莎，上面哆啦 A 夢，下面一定叮當，唔係㗎 ，OK？ 佢意思係可以對住得到，但係文字上會唔會咁益你係可以咧真正完全係兌換到咧？唔得嘅。咁所以嗰堂你唔好淨係揾字對字，而係意思對意思。揾到啊？揾到啦嗬 ，OK？ 望住啦，綠色對綠色呢一度。咁啊，下面個郝鐵川咧，前文體部部長，現任上海文史館館長，佢就講啦 ，OK？ 佢就話咧，洗腦係必要㗎 ，OK？ 而且係一種國際慣例 ，OK？ 咁啊，無謂字眼唔 highlight 啦。咁佢就話啦，同時亦都有人咧提出咧培養中小學生嘅批判意識。咁佢就話啦，國際社會咧一般都喺大學培養思維意識。咦？你望多次條題目喎，嗰堂呢條題目咧係講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OK？ 係記住係中小學嘅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OK？ 咁我而家就講啦，中小學唔需要批判意識，就算批判都喺大學嗰度批判，而不是中小學，得唔得？咁其實咧兩者咧，你見到啲字咧係完全唔同嘅，但係意思係對照嘅，一個話好，一個話唔好啦。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寫一個咧好好嘅比較點去寫做一個段落嘅 topic sentence， 博 marker 第一句就剔到你攞到分嘅話咧，咁我哋咧可以咧將呢一個位置打定底先啦。如果寫完之後咧再打底嘅話咧，你就話我咧整污糟你熒光筆嘅筆頭啦嚇，咁你會見到我好體貼啦。我哋打定底喺上面再寫嘢咯。咁其實咧我會見到啦，雙方就各教科就係乜嘢咧？好簡單嘅咋，應否加入一啲可批判嘅環節啦，或者可批判嘅元素？兩者嘅看法喺度存在不同㗎。OK， 有啲同學可能會話：喂，阿 Sir， 其實我諗到咧一句咧大同小異嘅 topic sentence， 但係你咁樣寫，咁我又唔知自己啱定錯喎。始終大家隔住個 mon 咁，你核對唔到啊嘛。咁唔緊要㗎。咁啊，其實一條大學通羅馬商務印字典啊，中華詞典裏面亦都好多字眼係可以用㗎嘛。OK， 咁啊意思大同小異得㗎啦，文字你自己組合就可以喎。OK， 咁亦都係啦，我哋會講啦。你可以寫應否完全跟從都冇所謂嘅 ，OK？ 咁我哋可以講啦，應否跟從官方嘅價值觀？兩者嘅看法亦都係存在不同㗎 ，OK？ 咁我喺度 highlight 埋俾你啦 ，OK？ 中間加我啊，兩者都係 marker 咧一段裏面咧，首先會剔咗你嘅地方先，剔完寫完呢一個位置，抄就係抄。梁欣榮講嘅，郝鐵川講嘅，好少嘅咋，各一句至 1.5 句嘅咋，咁一個 point 就完成㗎啦，就咁簡單，得唔得？嗱，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示範嚟嘅啫，咁後面有第二次機會睇你可唔可以咧自己把握得到，把握得好喎。嗰堂咁請你打開第7版喎，第七版呢一度咧，嗰堂你望到，究竟咧我哋可以點樣去理解，點樣去拆解啊？就係、其實個招冇變過㗎 ，OK？ 咁當然我會提提你啦。咁啊，我哋咧引用完啊嘅一啲句子，第一個 point 啦，第一個比較點咧寫完嘅嘢咧，可唔可以100% 咁樣引用翻？唔得嘅，OK？ 咁然之其實咧，我提醒咗你，我哋咧所剩低嘅一啲咧句子唔多嘅，兩句都用咗啦，係咪？剩低啲窿窿罅罅插埋啲標點符號，得翻幾多啫？呢一條題目根本就係由淺入深去引導你去學習嘅啫。好，嗰堂咁啊，頭先阿倫嘴講嘢，咁啊睇下你聽到幾多，學到幾多咯。咁呢度咧嗰堂你可以望下噶。咁啊，其實咧上面嘅梁欣榮就講啦，真正愛國嘅人咧係會曉是其是，非其非。OK， 就唔會指鹿為馬嘅，係對一個國家有承擔嘅。OK， 願意捐軀嘅。OK， 而且一具批判能力嘅人嘅。問你習近平靚唔靚仔？你一秒內話唔靚仔，仲會話小熊維尼咁嘅樣。咁呢個就真係有批判能力嘅人啦。OK。咁啊，但係調翻轉咧，啲中國嘅官員咧，一定係調翻轉就講啦，習近平好靚仔啊，又瘦啊 ，OK， 好似後生版嘅杜明津師咁啊，有冇同我睇過啊？真係好似啊，其實啊 ，OK， 咁啲內地嘅官員一定會咁樣講啦，因為唔想俾人哋打靶啊嘛。咁上面啊，我幫你 highlight 咗喎，咁睇下你可唔可以對照住下面，究竟佢哋會唔會有啲唔同之間，亦都有啲相同可比較嘅一啲方向呢？上面就講梁欣榮就講啦，真正愛國嘅人係會是其是非其非，對國家有承擔，而且具批判能力。OK， 咁但係下面呢，下面個郝鐵川就話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唔係要聽中央，唔係要聽中央嘅，咁仲叫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咩？
咁你亦都係啊，見到呢啲啦，呢啲人就係人㗎啦。OK， 仲有呢啲咁中意文史嘅人。OK， 講嘢都係有 double negative， 同埋有啲反文設文啊嚇。OK，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唔要聽中央嘅話，咁仲叫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咩？咁即係簡單嚟講，將兩個不字嘅意思查咗。咁喺確鐵村嘅眼中咧，就係國民教育科係一定要聽中央嘅説話，咁樣先叫國民教育，得唔得？咁啊，將綠色熒光筆嘅地方咧，OK， 將佢整合同埋歸納，我哋寫出一個咧 marker 剔得到嘅 topic sentence 比較掂。OK， 其實雙方咧就國教科嘅一啲預期成效，或者啲同學咧慳水慳力嘅，你可以寫呢兩個字都得㗎啦。OK， 雙方就國教科嘅預期成效 train 啲乜嘢人出嚟？ OK， 一個就話要 train 啲聽中央話，一個就話要批判國家對國家承擔是其是非其非。OK， 唔理國家嘅繁榮興衰都照講實話嘅人。咁兩個人咧好明顯咧，佢哋嘅慾望啊、期望啊、目的都係唔同㗎。咁啊，嗰堂抄兩句啫嘛，寫埋呢一句3句，咁就攞6分裏面嘅其中2分啦。呢條題目係唔需要個人解釋㗎。點解咧？稍後部分會同你講究竟乜嘢題目遇上啲乜嘢題文字係要加個人嘅一啲解釋，或者係咪一定係100% 有用資料？陣間再講㗎嚇。好，同呢個第二個 point 又係我幫你完成嘅喎。咁第三個 point 咧，第三個比較點 OK 嗱，呢度咧用少少激將法激下你先。就係第三個 point 咧，偏偏係一啲咧冇補習，甚至咧冇認真去温通識，亦都唔預期自己考得好嘅考生咧，係會寫得到喎。係咪好大壓力啊？嗱，正當呢一個考生咧嘅邏輯啊嚇，即係邏輯上就係第一個 point 你都諗唔到要阿 Sir 講嘅，第二個 point 你又更加諗唔到要阿 Sir 講嘅。OK， 因為正常一個考生就係第一個 point 如狼似虎寫到嘅，第二個 point 開始腳搖搖啊，即係震騰騰嘅啦，都唔係好肯定。去到第三個 point 咧就更加係亂吹嘅，或者同第一二個 point 重複嘅，即係你哋平時嘅答題模式係咁嘅。OK， 你個答題方向啊，你嘅力度爆得最勁係第一個 point， 第三個 point 通常係廢或者重複咗，或者離題都唔知嘅。OK， 咁而家我激將法激下你啦。第一個 point 我教咗你，第二個 point 要我教你，但係第三個 point 咧，反而係一啲咧冇心温通識考生都會寫到喎。咁係咪可以把握呢個機會問下自己受唔受激將法呢一套啊？好，嗰堂望完我呵，睇完我都係唔知呵。咁啊，我哋一齊打翻第5版望下先。第5版呢度咧有個錯誤嘅示範啊嘛，記唔記得？呢個錯誤嘅示範呢一句嘢記唔記得？我同你講，其實原則上係冇錯，但係 marker 亦都好難揾位剔，就係其實出題呢一個人咧已經係有絕大嘅提示，話俾你聽咧。其實呢一條題目咧係佢哋雙方嘅立場係明顯唔同嘅。如果雙方立場係一樣嘅話，點會問到你比較題啊？係咪啊？所以做得多題目嘅考生係會有十足嘅信心，話俾你自己聽。我未望資料啊，都知裡面一班人係支持，一班人係反對嘅，因為條題目嘅題文字話咗俾你聽係咁啊嘛。OK， 咁啊，所以其實呢句嘢咧原則上係冇錯噶。第5版啊，有筆記堂可以望翻啊。OK， 一個表示支持，一個表示反對，係咪呼之欲出啊？係咪有啲同學咧已經急不及待打開後面第8版即刻寫到啊？其實就係雙方就住啲乜嘢嘢看法係存在唔同嘅咧。呢一個係一啲考生可能係第一個 point 寫，或者甚至係唯一一個 point 寫到嘅。唔好話阿 Sir 煩，我再鉗俾你，我唔使你鉗，你望下，就係呢啲考生啊，唯一成條題目唯一一個 point 寫到嘅嘢，你而家咁勤力去睇呢啲 free lessons， 睇呢啲大學升學班嘅同學，你冇理由寫唔到啩？係咪？有時俾啲壓力自己，俾啲壓力你，就係進步嘅動力啊！嚇，好嗰堂咁啊，唔講其他嘢啦。我哋今次咧寫咗呢個先，因為點解咧？陣間我上面會有其他嘅嘢會教翻你㗎。咁我哋就講啦，雙方嘅就國教科嘅乜嘢表示不同咧？就係應否在中小學推行啦，又或者有啲咧同學咧快靚正嘅2隻字搞掂。立場，佢哋嘅立場就係有自然不同嘅地方。呢一個咧，呢個其實咧 marker 都可能會剔嘅，但係你唔肯定佢一定會剔咯，因為咧其實你都係分述緊，你就話只要 A 是支持，只要 B 是反對，咁所以咧其實咧我都係會擺落去錯誤示範嗰度咧話俾你聽，記住唔好咁樣分述陳述。都頗為無謂嘅，將佢歸納，譬如一個支持一個反對就為咩啫？呢個一定啱嘅。OK， 就係立場有唔同啊嘛。
OK 古惑嘅同學你會 get 到啦，就係叫你比較親人物嘅對話，就同一件事有唔同嘅特徵，你都一定要寫呢個 point， 呢個係必勝一定啱嘅 point， 或者一啲考生唯一一個寫到嘅 point， 你就更加要寫啦，係咪 OK？ 咁好啦，咁啊點解今次咧會同你寫完個 point 之後咧，再同你睇資料咧？因為個資料咧有少少特別㗎 ，OK？ 咁我記得我頭先用咗一個都幾爛嘅比喻去同你講咧，其實考評局咧係唔會整定俾你吞，亦都唔會咁多招咧。絕對100%俾你直接引用㗎，我用咗個蛋嘅原理話俾你聽啊嘛。咁其實咧就係咧，佢隻蛋佢煮硬俾你食㗎啦。OK， 考評局唔會偷食，成隻蛋煮俾你食。但係佢煮俾你食嘅時候咧，佢會整到咧廚房一塊蛋碎啦，台底一塊蛋碎啦，你個 keyboard 底下面一塊蛋碎，即係會將啲蛋碎咧分佈晒。OK， 叫你去 treasure hunt 咁樣自己揾出嚟去食㗎。咁你其實呢度都係一樣㗎。嗰堂綠色對綠色咯，望下啦。就係其實有時有用嘅嘢就唔係一定一句嘢串聯起晒俾你㗎 ，OK 係要你自己去串聯㗎。第一句就係話俾你聽，梁一榮咧對教育局咧發表嘅國民諮詢文件咧係表示不滿意㗎 ，OK。而正當佢講完咧真正國民教科係點之後咧，佢就話啦，教育局提出嘅課程諮詢文件同佢覺得係真正國民教育嘅目的係相違背嘅。嗱，我哋理解咧係要理解埋中間，因為我哋會睇埋中間我而家手指指住嘅地方咧，你先會睇得出梁一榮覺得真正嘅國民教育科係乜，你先會睇得出佢同教育局提出嘅諮詢文件嘅國民教育科係點樣相違背。我已經將重點咧 trip underline 啊嗰堂望到咯嗬，嗱睇下斷開咗㗎OK， 你嘅短暫記憶係唔好咁快 delete 喎。OK， 有時你睇完呢一句唔滿意之後，你發覺後面講其他嘢咁，即係前面呢句嘢冇用咯。唔係冇用㗎，記住先，你嘅暫存記憶睇唔好咁快 delete。好多男同學咧上完屋企，即係屋企個 Internet Explorer 啊、Firefox 啊，或者 Google 所有瀏覽器上完之後咧，即係你唔知你上啲咩網啦，你趁屋企人翻嚟之前一定會 delete 咗個暫存記憶睇㗎嘛。OK， 咁咪清除1小時前嘅啲記錄我有講中咯，你成日都係咁嘅男同學 OK， 係你上網咧，我歡迎你咁樣做 OK， 咁你睇完啲唔知咩網，你蛛絲馬跡咧都唔會俾阿哥家姐阿媽老豆發現到啊嘛 OK， 但係你做通識卷唔好咁快 delete 你啲暫存記憶睇OK， 你睇完之後，你解完梁一榮講嘅真正國民教科係乜嘢之後咧，你就會對照得到原來佢覺得真正嘅國民教科同諮詢文件嘅國民教科原來係個目的係相違背嘅。呢兩個加起嚟，你就會見到佢係抱唔樂觀嘅態度，佢亦都係頗為不支持嘅。而下面資料 B 咧，資料 B 咧，阿郭鐵川咧呢個現任文史嘅館長咧，佢就話咧洗腦係必要嘅國際慣例啦。咁同時間佢強調國民教科咧係國家嘅職責。你睇下亦都係斷開咗㗎。OK， 再加埋呢一版要打聲嘅地方咧，原來就係佢當年係做緊啲乜嘢身份啊？佢就係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嘅宣傳文體部部長。嗱，唔係酒樓嗰啲部長啊，雖然我諗個能力都差唔多 OK， 咁部長好高級，文體部部長，文體部部長講嘅嘢可唔可以同國家相衝啊？唔得啦，一定 OK。你即係你見唔見當年做政務司司長嘅林鄭月娥會唔會講831決定係差？會唔會啊？唔會㗎，直至佢而家做埋特首咧，香港第一任女特首，你見佢。即係支吾以對嘅期間，你 feel 到佢可能都想將831進行修訂，但係佢敢唔敢咧講到明話公仔話出腸話中央嘅831決定係廢係垃圾啊？唔得㗎嘛，因為點啊？佢身居要職，佢嘅角色身份同埋功能職責係唔容許佢咁樣講嘢。呢一個係呢一版打聲嘅地方。我哋咧有時咧揾唔同，唔好淨係咧睇嗰個人做嘅嘢講嘅有咩唔同，而係佢未做嘢之前。未講嘢之前，我哋都大概估到佢有乜嘢唔同。點解啊？你睇翻呢啲就得㗎啦。做得多題目或者做一次半次你就知嘅，你但係咧會小心眼嘅，你會望得出呢啲嚟自咩人講嘅咧？嚟自邊個講嘅咧 ？OK， 咁嗰堂呢一個重點嘅。咁呢3個比較項咧完成，咁每個咧各取2分。OK， 點解呢條6分題唔係淨係寫2個 point， 跟住每個 point 解釋得詳細咧？因為我頭先講咗啦，呢條題目係唔需要個人解釋㗎，相關嘅題文字嘅教學咧喺後邊會有㗎嚇，得唔得？我哋一齊整合下啦，整合喺第9版嗰度出現嘅。咁一個文字嘅比較題，咁我哋會見到啦。整合之前嘅前3版OK 嘅答題方向。咁呢個我哋可以咧喺個引言嘅第一句嘅啫。OK， 6分題一句引言都夠啦。OK， 就略略咁講。資料中咧顯示咗持份者咧對本港嘅國民教科咧抱有不同嘅看法，佢哋對嘅觀點截然不同。OK， 對乜嘢方面啊？
嗱，好多種寫法㗎，你見唔見中間有 slash 啊 ？OK， 嗰堂第一個我哋可以接受嘅就係應否推行國民教育科啦，或者推行國民教育科的必要性。OK， 你見唔見到有啲乜嘢特徵啊？第一就係呢個容易啲入手嘅，嗰堂專心聽，記住所有持份者爭議題或者所有文字一啲比較題咧，亦都可以用能否、應否、是否去入手嘅。一個話好，一個話唔好，一個話靚，一個話唔靚，一個話高，一個話矮，其實咧一定有個落差嘅。呢個就係落差，最能夠即刻話俾媽媽聽，你係有動機或者識得寫一個咧比較點。OK， 應否推行，或者你話應否能否個考生都寫啦，我想寫下呢啲都得冇問題嘅。OK， 得唔得？兩種都得，條大路通羅馬。咁第二個咧，第二個就係我哋頭先前面都講過啦，國民教育科應否跟從官方價值觀，又係喎，睇下冇分別㗎，應否、能否、是否 ，OK， 或者我哋會講啦，教授國民教育科 ，OK， 應否容許批判都冇問題㗎 ，OK， 第三個就係咧國民教育科嘅預期成效或者目的咯，亦都係前面有講過㗎 ，OK， 呢三個比較點，我哋睇得出佢哋嘅觀點咧自然不同㗎。咁後面我哋一齊望下個答題結構喎。OK， 後尾條6分題個篇幅咧啱啱好㗎啦，好嗰堂熒光筆一齊 highlight 啦 ，mark 下 tick 嘅論點比較點就係呢一句，雙方對嘟看法不同，如此類推。而我而家咧將會用咧藍色個 mark 嘅地方咧，其實一個做得多卷嘅考生咧就會知呢一 part 係用乜嘢去克服㗎啦，就係用速度，用你雙手去克服，因為呢一 part 咧俗稱喪抄。OK， 當然後面咧，阿 Sir 會再教你一啲咧，可以將啲資料歸納整理，跟住可以令你自己抄少啲嘅技巧。不過呢一度咧，我哋咧首先會講咗我哋點樣去攞到滿分先，之後我會再教你點樣用少嘅時間攞更高分或者攞滿分。OK， 呢一 part 我哋羅列咗我哋咧頭先 highlight 過喺資料裏面咧揾得出相對嘅一啲地方嚇。呢一刻呢，我哋唔係話唔俾抄，但係我哋係講完個 topic sentence 先抄，跟住招 A 梁一榮講乜乜乜乜，跟住招 B 鄺麗川講乜乜乜，如此類推 double slash 咯，跟住招 A 跟住招 B， 下面嘅嘢全部都好死板啊，所以頭先阿 Sir 同你講呢一度係絕對係用速度克服份卷嘅地方，根本就冇難度嘅。OK， 呢一度亦都係咯，招 A 招 B 對照住，呢度分題就咁簡單，藍色對藍色。對照翻引用嘅地方唔係 mark 卡比分嘅重點啊嚇 ，OK 好嗰堂咁你可能會覺得咧做一題你知呢一題係咁樣做啫，但係代唔代表你係可以用翻相同嘅技巧喺其他題目嗰度咧應付自如咧就未必㗎。咁所以咧我嘅教學咧就係唔係同你輕輕帶過蜻蜓點水，而係同你做到滾瓜爛熟，我先會同你跳去下一題嗰度咧去進軍下一題㗎嚇 ，OK 咁嗰堂咁請你打開第11版望下咯。咁呢度咧係有個訓練㗎，就係想嗰堂咧同我一齊找出比較點 ，OK 咁又見到佢哋啦，阿 Chris Wong 一心英秀允恒再修嗰啲啦嚇。咁今次一心同允恒咧喺度講嘢喎，就住咧香港嘅社政參與嘅示威遊行咧有啲意見講咗出嚟喎。OK， 咁呢一 part 咧因為咧我哋要投放重點喺一個咧寫比較點啦，或者寫爭議點嘅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呢一 part 咧我同你重簡咁講啦。阿一心咧就講啦，如果咧青少年咧用一啲激進嘅手法咧，會令到咧政府回應唔到青少年嘅訴求啦，甚至會令到咧社會咧分化更加多，動盪更加大，立法會開唔到，咁繼而咧政策都傾唔到，事情會更加惡化嘅啫。將一啲一心講過嘅説話歸納做，其實原來遊行示威咧，青少年參與埋嘅話，會更加促成一官民對立，無助回應青少年本身嘅訴求喎。但係允恒咧就同佢死對頭啦，就講啦。其實咧參與遊行示威咧，青少年可以表達訴求，影響政府嘅施政，更加係有直接嘅效果。甚至有啲咧僆仔咧係好醒嘅，特登揀兒童節出嚟遊行，對政府咧施壓。因為兒童平時講嘢可能咧聲勢力弱，冇人理。但係兒童節個個都應該要俾翻2份面子咧，啲兒童。兒童節班兒童遊行去禮賓府或者立法會嘅大樓，咁啊更加感染力強嘅。咁啊，例如300婦女節。300婦女節前嗰排過咗係300婦女節，班師奶都好醒㗎，班媽媽就係帶埋啲 BB 推住 BB 車 ，OK 帶埋啲細路仔，抱住啲細路仔一齊去遊行，咁啊會透過僆仔嘅聲音去引起社會關注。例如啲 TVB 嘅新聞有線新聞都會問啲僆仔：你今日嘅願望係乜嘢啊？兒童節。你正當以為佢會講話，我要10部遙控車，我要200個美女 ，OK， 我要5部電腦，我要上大學精英班咁。你以為佢啲願望係咁樣噶嘛？但唔係喎，個僆仔就同你講：我想媽媽每日快啲翻屋企同我玩。
哇，好震撼啊！嗰、個僆仔喺兒童節裏面講呢啲説話，好 touching 㗎。OK，咁所以啦，就係其實呢啲OK，兒童青少年可以藉住遊行示威，引起大眾甚至外國傳媒關注佢哋嘅生活狀況。OK， 有好好嘅效果，引起關注。咁你見到兩班人講嘢係唔同啦。OK， 咁歸納完之後咧，我哋將佢咧個箭嘴調一調方向咯，整入嚟啦。其實佢哋雖然講嘅係唔同，但係不同裡面亦都有啲咧可比較嘅平台。OK， 我哋有一個 comparison， 我哋叫做比較嘅 platform 啊，可比較嘅地方。咁就係其實咧雙方就一 part 重簡啦嚇。OK， 我唔寫遊行示威集會咁煩啦，我就咁寫示威。嗰一堂係咪似曾相識啊？係啊，係你代表已經知道同埋熟噶啦。咁我哋知道咧就係是否應否能否啦，我哋就會講啦，雙方就會就示威是否有效改善施政係各執一詞。OK， 呢個係第一下。OK。令馬卡知你係有動機寫一個咧反差，一個落差，而後面亦都係咧從你上面嘅歸納翻嚟。左手邊就話影響施政，右手邊就話改善施政。呢度咧一個比較點咯。OK， 繼而就將呢啲嘢抄。OK， 咁嗰個咧段落咧就完成噶啦。OK， 如果你仲未掌握到呢一種訓練嘅模式嘅話咧，唔緊要，後面仲有另外三次機會，但係記住出嚟考 DSE 得一次機會嘅啫。上我堂有好多機會，因為我好多題目會俾到你做嘅。OK， 嗰堂咁所以打第12版一齊望下第二次機會係點咯。咁找出比較點嘅訓練2，又係佢哋，即係好鬼死多嚟講噶。OK， 唔知點解香城中學會收佢哋啦。OK， 可能係智障學校嚟嘅。OK， 咁呢一度一收咧就講啦，兒童遊行示威咧好危險㗎，因為點啊？分分鐘俾人哋用啲磚頭掟到啦，轉個頭又會交通警會向天開槍啦。咁粒子彈上完月球再跌翻落嚟，個負重力好大嘅，咁而要擊中嘅兒童嘅頭部啦。OK， 咁阿允恒就講啦，其實喺遊行集會咧，我哋參與啲合法嘅經一啲警察審批過嘅遊行示威就可以啦，再加埋咧家長同埋老師可以陪同噶嘛。OK， 咁所以咧其實咧根本咧就唔會有危險，或者個危險唔係話咁大嘅。咁歸納完之後咧，我哋睇得出一心就講啦，示威遊行存在風險。而允恒咧呢一紮説話咧就講啦，其實係有方法平衡保護同埋參與。冇絕對否認過危險性嘅嚇，因為點解咧？出街都會俾人哋跳樓砸死啦，香港試過好多單㗎。OK， 行下街無端端上面有個人跌落嚟砸一砸，就係咁樣中咗啦。你做乜嘢都有危險啦，或者有啲同學可能會話，搭某條航線嘅飛機都無端端即係坐定啊，準備起飛啊，轉個頭話，個機位而家有人要坐喎，你唔起身啊？咁我打你金㗎啦。OK， 咁打係咁打啦。又即係有啲人咧，可能坐某啲航線咧，明明已經坐咗喺頭等嗰度啦，以為打都係打經濟客位嗰啲人嘅啫，我坐頭等點會俾人打啊？我就係成部飛機裏面頭等嘅人喎。唔係喎，有人頭等過你喎，就係嗰條航線嘅 CEO 連埋佢家人老婆咧一齊去搭嗰個航班，霎間要坐，咁你要讓位俾佢咯。你唔讓啊？咁點啊？俾警察打咯，就係咁簡咯。OK， 就咁簡單咯，係咪？咁所以咧，其實所有嘢都係危險啊，搭飛機都係危險啊，無端端俾人打嘅。允恒講嘅就話其實危險，但係我哋有方法去盡量減低危險，得唔得？咁呢度歸納完之後咧，將兩個係時候要去比較咯。OK， 比較就係點樣比啊？我哋會見到雙方其實就住就係兒童及青少年參與啲遊行示威是否必然有風險，各執一詞。一心就講必然，允恒就講可能之餘，就係有方法進一步減低啲危險性。OK， 其實兩者就係嘈緊第一樣嘢，一個話是，一個話否。呢個係 marker 第一眼望到，知道呢個考生唔係玩嘢，唔係 hea 嘅。但係可唔可以憑是否呢樣嘢自己即刻俾分你？唔得㗎。咁呢個咧係重中之重啦。何良整嘅口頭禪，呢個就係必然性。佢哋就住風險的必然性嘅看法存在不同，得唔得？換言之，嗰堂阿 Sir 頭先同你講咗啦，係咪一定要寫呢句嘢？係咪一定要用呢種文？唔係㗎。hea 嘅同學可以寫風險的必然性，他們截然不同的看法都得嘅。OK 唔得？好，同學第二次 practice 完成喎，咁睇下第三次可唔可以你做翻俾自己睇，做翻俾我睇喎？呢個咧 training practice 第三個又係佢哋喎。OK 越大段越難歸納啊！咁你見我好體貼啦，呢一度重心唔係考你歸納，我呢個考你對照同埋比較啊嘛。咁所以咧，我都已經將相關嘅説話咧擺咗喺下面噶啦。OK，
一心咧就講啦，遊行示威咧有可能會渲染到班僆仔咧以暴易暴，OK 用暴力去解決問題。例如通常會拉下就講啦，玩 GTA 玩得多，出街都會殺警啦，OK 殺下一粒星變5粒星，轉個頭咧去洗車房洗下部車，5粒星冇咗就咁簡單。有啲同學會咁噶嘛嚇 ，OK 殺警唔緊要啊，搶槍唔緊要啊，OK 揸住部的士去車房度洗一轉車，部車唔同顏色，警察追你唔到啦。有玩過 GTA 嘅同學應該知我講咩啦 ，OK 一心會咁樣講啦，會渲染暴力嘅，無論玩暴力遊戲定係參與啲暴力示威遊行都係咁噶啦。阿允衡咧咁大段説話咧，咁我想同你講一講嘅，裏面有啲嘢咧想教你 ，OK 就係呢啲 terms。其實個人成長係咪就講係都用得着嘅，就係香港而家仍然係缺乏嘅。不過有人咧帶起緊嘅，外國就奉行咗好耐啊，就叫實踐式教育，或者叫做咧體驗教育。OK， 咁咩叫做實踐教育或者體驗教育咧？就係你會見到外國咧好多國家咧，西歐啊、北歐嗰啲國家咧 ，OK 上生物堂咧就去條河度上嘅 ，OK 要研究生態學 ecology 咧 ，OK 啲老師係會帶啲僆仔去執牛屎，攞啲牛屎嚟化驗㗎，甚至攞啲牛屎嚟聞㗎，OK 要做實驗啊，去樹林嗰度執樹葉咯，攞嚟整標本咯。外國係咁樣㗎，畫畫啊喺邊度畫啊？你喺學校度係美術生嘛？外國係冇美術生，外國喺個樹林嘅正中間嗰度畫㗎 ，OK 畫山啊、畫水啊、畫河啊咁啊嘛，係咪？咁啊香港缺乏嘅，香港咧上生物堂課室啦 ，OK 上電腦堂啊課室啦 ，OK 點解上電腦堂課室啊？因為你每一堂都攞部手提出嚟啊嘛 ，OK 啊講笑嘅，唔講其他。上體育堂啊，都喺學校裏面咯，都唔會話跑山啊 ，OK 唔會涉水嘅。OK， 你睇過咩農夫上學去？你見到英國嗰啲學校咧 ，OK 係會去玩泥漿啊，喺泥漿嗰度扯大纜啊嗰啲啊嘛。香港冇嘅。咁我哋會講啦，示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去俾班僆仔咧去實踐自己學到嘅書本上面嘅公民教育知識。OK， 睇下可唔可以咧做出嚟、活出嚟同埋講出嚟。OK 得唔得？示威遊行係一個好好嘅空間，俾老師繼續去延續個課堂㗎。OK， 咁我哋頭先講咗咁耐，呢一度嘅歸納完之後咧，進行一個比對喎。OK， 其實雙方就住啲乜嘢係一個比較點咧 ？OK， 其實兩者就住示威是否又係佢啦。第一下 inspire marker 先嘅。OK， 是否對兒童嘅個人成長有正面作用？哇，咁長嘅可唔可以濃縮啲啊？嗰堂長冇序啊，自己要清晰啊！我驚你短得嚟唔清晰啊，仲衰啊 ！OK， 有啲嘢短得滯咧，人哋望唔到噶。你明唔明我講咩啊？有啲嘢短得滯咧，人哋唔知你有冇噶。OK， 咁所以我哋寫翻長啲，長嘅就人人都望到啊嘛，係咪先？雙方就住示威是否對兒童嘅個人成長有正面作用看法存在不同。咁啊，再抄埋上面咧嘅資料咧，咁我可以回應到其實咧啲人喺社會上面通常就要示威遊行有啲咩爭議啊嚇，得唔得？咁啊，最後一次機會啦 ，training 第4個一心同允衡又喺度大鬥法啦。OK， 咁呢度咧就講啦，一心咧就講話青少年心智未成熟啊，未成年嗰啲咧就唔應該咧行使一啲咧成年人嘅權利，包括咗遊行示威集會。但係咧，阿允衡就講啦，參與遊行示威集會係與生俱來嘅，係個人嘅權利同埋自由嘅，就唔應該分年紀喎。嗱，兩班人講嘅都看似係合理嘅，呢個先有爭議點啊嘛。如果一心講嘅係好似你先講嘅廢話咁，我哋唔會做到爭議題嘅。OK， 因為人係唔應該俾垃圾噶嘛，係咪？你明我講咩咯？嗬 ？OK， 咁我哋要講啦，呢兩班人講嘅都看似合理，咁就睇翻佢哋有咩平台可進行比較啦。就雙方就應否賦權 empowerment 嘅 concept 嚟㗎嚇。OK， 賦權予未成年兒童及青少年參與示威集會嘅看法存在不同啦。又或者 OK， 我知有好多同學可能係中文比我好嘅。OK， 識嘅字比較多嘅，咁你咪用另外一種寫法咯。上面應否，下面咪能否咯，冇所謂㗎。OK， 或者我話嚇兒童能否有效行使或者寫駕馭咯示威集會嘅權利存在不同看法。OK， 關鍵上面用 concept去說服 marker， 下面咧 OK， 下面都係有 concept 嘅，咁呢個 concept 你可能會覺得普通啦，平時見開啦，但係你加翻 civil right 咁啊更加明顯啦，係咪 OK？ 上下兩者都可以用 concept， 即係其實嗰堂完之前想話俾你聽，你係絕對
除咗要訓練自己寫到一個好嘅比較點之外咧，你可以更上一層樓嘅就喺一個比較點裏面加一啲咧清晰，令到 marker 容易剔你嘅字眼啦。同時間再將你所學過嘅相關概念加入去，說服力就更強，揾唔到輸嘅理由，揾唔到 marker 唔俾分嘅理由㗎。得唔得？OK，咁其實本身咧呢一個課節呢個課堂啊，呢一節啊嚇呢個 chapter 係打算同你講埋後面呢啲數字嘅比較題嘅，即係後面第15版。OK，但係我哋頭先咧同你講多咗啲嘢，同埋即係我嘅目的係教得深入少少啦嚇。咁所以咧呢一節暫時到呢一度先。嗰堂有興趣嘅，盡快問呢一度。呢幾種途徑，或者揾我 Facebook 啦，去索取份筆記，有埋份筆記 print 出嚟。OK，你上堂睇之餘，仲可以咧一路睇一路寫 mark 低重點，咁你嘅學習成效一定係會 double、triple。會相輔相成，學習成效會更高㗎，得唔得？嗱，嗰堂咁後面咧一啲咧有關嘅題目嘅空白嗰啲題目，例如有筆記嘅同學，你可以望下第17版呢一條題目都非常之值得做㗎。我唔係淨係教你處理數據，我仲會教你處理埋一啲咧即係拆字嘅技巧啦。OK， 咁好希望嗰一堂咧上第二個 chapter 之前可以咧試下做後面一啲咧寫住實戰或者實戰1啊、實戰2、實戰3嗰啲題目啊，做定先，下一堂唔使等我講嘥咗條題目。OK， 嗰堂今堂係咁多，下堂見喎。